新冠病毒疫情一直拖，又搁出现大家收症买喙暗的现象。这个喙暗国家队业者就讲，自从疫情警戒升级了后呢，这喙暗的销售量成长10倍。摆咧买喙暗的人呢，有人一买是2-3盒，有人甚至一摆就冒走2大箱4000片，将工厂本来1礼拜补的货卖了。业者这几天会加强产能，估计后礼拜开始会增加产能10倍，一天要生产100万片，应付需要。 疫情愈来愈严重，买喙暗的人嘛变多。国家队生产线加强产能，进前疫情有较好的时阵，一天做10万片。不过，对即马开始，产能要增加10倍。我们目前已经提升到一天50万片至60万片，那在下个礼拜应该可以达到每天100万片。 喙暗观光工厂这2天销量增加10倍，一盒50片底的喙暗，有人一摆买2-3盒，甚至一摆买2箱4000片喙暗，甲1礼拜补货全部售了。我们的产能可以达到100万片，那目前来讲差不多在80-90万。 含通路商的订单拢订好，喙暗业者因为国内需要，本来国外订单减少出货，是以国内订单优先。我们有降低口罩外销的一个比例，台湾的口罩的这样的一个供给，应该也是会增加10%到20%这样的一个供给量。即摆喙暗国家队也未收到征收增加生命剂喙暗的要求，民众买喙暗无限制，业者即马提悬产量。 希望民众拢会当买到喙暗来对抗疫情。